乡亲平安，欢迎收看今仔日11月初10公视台语台早起新闻，我是丹妮。今仔日早起咱先赶紧来关心风台上新的消息。透早2点左右的时阵，中度风台凤凰已经离开菲律宾。气象署预告，那照目前这个路线为台湾的中南部登陆的可能性是真大。那真正登陆，会将做58年来头一个伫咧11月份登陆的风台。 凤凰风台最高限登陆菲律宾，伫东南部的比克尔区，风头好大，大范围停电。菲律宾全国有8万人提前有防性撤离。Marami pong nakapagsabi na malakas daw po, malaki ang bagyo na to, kaya pinaghahandaan din po namin. Siyempre po natatakot kami dahil baka sa gabi dumating. Kung kailang gabi, saka kami tatakbo, 气象署讲，8月透早2点，凤凰风台中心已经出海，进入南海。往台湾过来了，对倒位登陆，就看伊向北边西角度才知影。因果若照即马行的方向看，就有可能对中南部登陆。偏台湾海峡，然后东北上来，那当然也是有可能靠到陆地这边登陆。对，所以它现在登陆几率。 目前报起来是比较高啦，那是以中南部这边登陆机会是比较高的。8日受到东北季风甲风台外围环流相重影响，落雨的范围会自大台北以东一直到东半部甲恒春半岛。8、3、12风台搁较晚，中心若登陆，落雨的范围会伫华东中南部较侪。13开始有可能已经减弱成济热带性低气压，届时落雨的范围会集中伫咧中部以北，因过雨会较细。 可能8日尾仔嘛，或者是暗时发海警，8日再去发到上警报。像今天、明天，然后一直到周3，大概都还是有迎风面北部、东半部这里降雨是最持续的。那中南部这边，它要等到它的暴风圈它的中心很靠近台湾的时候，会影响才会比较多。顶一个伫11月登陆台湾的风台，是1967年的极大风台。 凤凰风台若是登陆，将会成为58年来第一个伫11月登陆台湾的风台。虽然已经秋天，不过大家也是要注意。记者综合报道。即马风台是愈来愈靠近台湾。林波署讲，伫咧极端的情形之下，雨量若到800毫米的程度，北台岸溪可能会出现新的崩山湖。伫咧水尾的庄仔头、光复乡。 凤林乡甲万英乡拢已经有准备，随时会当甲民众疏开。其他的县市嘛，拢为风台来提早做准备。因若另外有上新的消息，光复乡今仔日是宣布停班停课。看凤凰风台渐渐挖近，花莲光复乡的居民唔敢大意，那伫主题门口放沙包，国有洪水利亚，惊顶一届的一楼事件搁再发生。你看我们有的家里都整理好了啊。 现在如果再一次，那我们东西呢，不是又泡汤了？如果红色警戒，一定就是说已经停班停课了，那我们就可以很快的来撤离工作。因为未来几天落雨预报达到黄色警戒，林波署花莲分署已经请花莲县政府公布凤林万英乡公所量早进行预防疏散撤离。因为根据中央气象署公布未来几天的累积降雨量来看。 金邦的模拟情形，若是雨量达到800毫米，马大岸溪可能出现新的崩塌，形成新的崩山湖。极端的情况之下，预测淹塞湖会发生的状况，雨量的水会下来之外，可能在上游会形成新的淹塞湖。我们预估的最大水量大概是1500万吨。高雄南行，台东各地农民心境变成暗，惊风台一来拢去了，经抢收切啊甲金蕉。 香港农民间接的损失，但是如果台风一来，损失更大，所以农民2选1就是抢割。嘉义布袋观光渔村业者调集白所固定，嘉义遇到百年古厝，顶一届风台侵袭修理一半，今即届风台来有大损害。即摆做法，咱小可有改一个看，动一动的过。还有工人提早拆除，遇到渔温那边的铁丝仓库。你无听伊这已经死过下啊，那你还来新北新店饮秀社区顶届大雨挡土墙放弃，趁风台要来进前，紧对山坪喷红毛土固定。家人爬到游艇码头，真侪游艇唔是刷在路面，就是加把几条绳固定。把这些缆绳全部固定好，然后防止那些船体是碰撞，然后造成损坏。
营养风台各地拢加强防范，毋望甲风台所带来影响降到最低。公司新闻采访报道。受到风台外围环流甲东北季风的影响，北部甲东半部为今仔日开始雨会变较大。气象署已经针对嘉南、双北甲宜兰发布大雨特报。咱来看分图。今仔日正风平，北部甲东半部雨势会增加，尤其是大台北甲宜兰、花莲愈晚雨会愈大。气象署无排除会针对其他的所在发布大雨或者是大水雨的特报，而且山区的雨会特别大，提醒民众要尽量较莫起来。除了落雨以外，这届风台嘛会透强阵风。气象署针对全台湾20个县市发布陆上透风的特报，其中苗栗到彰化、屏东、澎湖甲连江拢是感觉性的冰河，会有9级以上，甚至是11级以上的阵风，提醒民众都要特别注意。继续，咱要来关心有关非洲猪瘟的风波。目前咱国内是已经断河。行政院长杜永泰甲农业部长陈俊贵初八去桃园机场视察检疫的措施，强调讲所落来都要严格防止各位外国入来的非洲猪瘟病毒。针对高风险疫区来的行李，亲像中国甲越南等等的国家，拢会加强来检查。我们发现它里面有鳄鱼的，对它的形状，对它上下还有2个环，对。实地了解安怎查到一间旅客超外行李有可疑物件，行政院长杜永泰甲农业部长陈俊贵等中央部会首长，通知副市长苏俊斌伫桃园机场第一航厦防检署入境超外行李检查区巡视。所有违规的物品，大家要共同来守护。一个人的疏忽，一个事件的疏忽，我们都要花这么长的时间，而且社会耗费这么大的一个成本。杜永泰强调，一定将病毒阻挡在境外。农业部长陈俊贵也提出，今年1到10月伫桃机包含民众听到甲查到的22792件，10%检测有非洲猪瘟阳性病毒。这个10%里面大概有80%是从中国来的，所以我们从这样的后面的数据分析，所以也会加强。虽然说我们有39个高风险国家，我们都高风险区去管制，但是针对过往被拦阻到的这些国家机会比较大的我们又会更为加强。防检署桃园分署干部边境防疫精进做法，收检开箱比率提高到至少20%，11月15开始，跨境网络买物件爱上证件申请。目前桃机有6成入境的人为非洲猪瘟高风险国家之外，以及航厦有些收检区未来3航厦是毋是搁增加？看以后情形才搁决定。记者综合报道。各位乡亲，所来咱来看今仔日早报的重点。咱先来看联合报。中华关卫生局抽验市面上的鸡卵，检出农药啊、芬普尼超标3倍。目前15万粒卵已经流入10个县市，有通报紧急落市。提醒民众，若是有买到1盒10粒白壳的卵，来源的号码是147-045，会当摕发票来退货。来看中国时报，高铁边境一天有2000个座位，拍票定位了后煞是无坐。为着要减少这种情形，为今仔日开始，拍票有座位的旅客，若是提早要改搭其他的车帮，都要去柜台换票。后来看自由时报，泰铢控股集团涉嫌下国诈欺甲洗钱以外，今嘛阁传出哪像是替中国在进行统战。中国援助柬埔寨计划，其中有1亿7千万的美金是由泰铢集团出的。因甲解放军密切合作，透过投资的名义拍入去全球的市场，怀疑这就是中国伫咧海外布局统战的行动之一。继续来关心，为着要抓诈骗犯罪，缅甸是搁一届展开行动。因的军政府初八甲边境诈骗园区遐150栋建筑物甲设施全部拆掉。受到政府吞台缅甸边境地区政府管辖正定，所以这诈骗集团的集中地，一寡骗子用感情甲商业诈骗，伫网络顶锁定迄寡无界心的用户，每年诈骗金额几落百亿美金。真侪诈骗集团的人只好犯罪集团未来者，因过后一寡是家己自愿来。这寡园区内面一般拢有设备正豪华，
和犯罪主嫌犯加诈骗赚加800的员工使用。顶个月，缅甸军方宣布，因突击名声正歹的诈骗中心 KK 园区，查到2000外诈骗犯，严估有1500人走去泰国。根据国营媒体缅甸全球新广播报道，才有148栋建筑物，内面有宿舍，还有一栋40楼的病院，加一栋200楼的卡拉 OK 娱乐设施。即马已经甲101栋的建筑物拆掉，剩下47栋正伫咧拆。国际媒体无法度随查证即款内容，不过自从缅甸军方开始突击加单，缅甸甲泰国境内民众不时拢会听到爆炸的声音。专家讲，突击行动规模无大，精心策划，有意公开宣传，目的是伫咧无影响伊的经济利益前提之下，回应国际社会要求打击诈骗园区的压力。中国是缅甸军政府的主要支持者，不过北京针对缅甸愈来愈严重，就中国的公民进行诈骗活动愈来愈不满。公司新闻黄文玲编辑。国际消息，咱来关心联合国气候变迁大会，车集伫咧巴西起国。今年是巴黎协定第10年，联合国秘书长古特瑞斯讲，主动时讲要甲全球温度加悬的程度控制伫咧1.5度。不过，世界各国煞是拢无照片照行，实在是真了然。也若这一届，咱台湾也是有组团，甲国内 NGO 团队做伙去参加。联合国气候变迁大会 COP30会伫7月伫巴西亚马逊地区的贝伦举行。贝伦毋但是树仔面积正大，也是赤道上大的都市。会前的领袖峰会已经登场，包含法国总统马克宏、德国总理梅尔茨、英国首相舒凯尔甲威廉王子等，拢已经到位。COP30是巴黎协定签署第10周年，迄时阵各国的目标是要努力将全球平均气温升的幅度控制伫1.5度以内。不过，毋但无履行承诺，2025年也阁可能正做有记录以来全球上热的3年份之一。联合国秘书长古提瑞斯表示，会将危害更加上低是道德失败加地面素质。Renewables are now the cheapest source of new electricity in nearly every country. Every dollar invested in renewables creates 3 times more jobs than a dollar invested in fossil fuel. 贝伦是亚马逊流域的入口 ，COP30选伫遮举行，显示亚马逊森林伫全球气候稳定内底有关键的作用。各国领袖已经同意设立热带森林永续机制基金，为承诺保护森林的国家提供奖励金。不过，巴西总统卢拉是提出警告，伊讲，若是乌克兰战争和各国伫减少温室气体排放进展倒退路，防卫矿阁重新开放。Gastar com armas do dobro do que destinamos à ação climática é pavimentar o caminho para o apocalipse climático. 台湾为1995年开始拢有组团参加年度活动，前巴西总统卢拉立场亲中，可能增加台湾参加的难度。不过今年外交部会照往例，协助环境部组团，而且甲国内 NGO 团体共同参加。公司新闻新竹报编辑。在印尼首都雅加达北部一间学校的清真寺发生爆炸案件，目前至少已经造成96个人受伤。警方怀疑一个17岁受伤的学生有可能是嫌犯，也若详细情形要搁咧调查。警方伫发生代志的地点就回救防守线提前改变，因为这间学校切切发生爆炸事件，地点就伫校园内底的清真寺。迄时阵有学生来祈祷。所伫响响爆炸声中，陷入混乱。有学生想起代志发生的时阵，依然是真惊吓。Ya, yang pertama saya lihat sih saya kepikirannya ya tentang diri saya ya, kalau takutnya masjidnya roboh atau gimana. Setelah saya kan posisinya di luar, jadi setelah lari itu saya salah satu yang pertama paling depan. Pas saya nengok ke belakang buat cek situasi, itu masjid bener-bener full asap sama orang lari-larian gitu sih Pak. 工作人员无用路标，忙赶紧恢复平静。不过，也是有真侪媒体伫学校门口，希望伫第一时间掌握案情的进度。根据印尼安塔拉通讯社报道，警方透露，这场爆炸意外受伤的人数已经增加到96人，为小可受伤到严重详细拢有，大部分拢是小烫伤，也有人住院治疗。目前已经锁定一个受伤的17岁学生可能就是嫌犯，也无排除也有其他人涉案的可能性。 Catatan-catatan lain kita kumpulkan, termasuk juga kita melakukan pemeriksaan terhadap media sosial, lingkungan keluarga,
untuk mengumpulkan semuanya. Nanti secara khusus setelah lengkap tentunya akan dirilis secara resmi. 警方伫现场采取到可能是引起爆炸的粉，也有真侪证物来调查未成年嫌犯的作案动机甲背景。路透社指出，印尼过去捌发生过针对教堂甲西方目标的攻击事件，不过清真寺正做攻击对象是真罕见，也引起外界高度的关注。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罗西亚车北岸又搁出动超过450架无人机，而且射45粒的飞弹攻击乌克兰，也搁有5个所在能源基础设施。目前已经造成7个人无命。乌克兰是批评罗西亚根本是挑工要危害欧洲的核安，嘛呼吁各国都要加强来制裁罗西亚。建筑物内底有庆祝大会的外壁是路苍苍，消防人员赶紧利用逃生梯将留伫厝内居民救出。多少规暝攻击乌克兰，总共发射45粒飞弹，加出动458架无人机，佮拍败乌克兰的防空系统，佮打击5个地区的能源基础设施，其中包含拥有2个核电厂的变电站。乌克兰空军表示，乌克兰军队成功拍落锁定25个区域，总共406架无人机加9粒飞弹。Основною мішенью цього удару були наші міста, наша енергетика, наші люди. На жаль, є загиблі в Дніпрі. Російський дрон ударив просто по будинку. Станом на зараз відомо, що в місті 3 людини загинули. На жаль, є загиблі також і в Харкові. 根據路透社報道，這擺攻擊讓烏克蘭電廠陷入大火，發電量歸零。這也是兩國戰爭爆發以來，烏克蘭國營能源公司遭受上大規模的攻擊，包含基輔在內2個電廠只好暫停運作。基輔也譴責莫斯科故意危害歐洲的核安全。Стільки підтримкою життю, щоб у Росії не залишилось засобів до існування в умовах війни. 对俄罗一直攻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是呼吁国际社会要对俄罗斯采取更加进一步制裁，因为俄罗斯将攻击目标设伫能源基础设施，就是想要让乌克兰百姓无法度度过冬天，甚至可能让更加侪难民出走，造成欧洲的局势无稳定。公司新闻新竹报评析。今仔日国际上还阁有啥物大代志？带各位乡亲咱做伙来看世界。为着因应罗西亚无人机入侵的事件，美国反无人机系统梅洛普斯已经部署去到波兰。今年9月有20架罗西亚的无人机入去波兰的领空，和波兰是头壳摸咧烧。即马有这个系统会当追踪甲消灭目标，唔免卡袂着就要出动战斗机。来看英国广播公司 BBC 的总裁戴维今仔日请辞。主要原因是因为去年播出的川普纪录片，互指控讲因为乌白剪接，互观众误会讲，就是川普伫咧煽动民众去冲撞国会。历史外界质疑 BBC 新闻无中立，引发高赞是一个风波。中国驻台办的总领事讲，要斩首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是引发真大风波，嘛受到正人的批评。高市早苗接受质询的时阵讲，台湾若有代志，像是对方使用武力的情形之下，日本会使行使集体自卫权的存亡危机事态。镜头转来咱国内，副总统萧美琴去欧洲议会演讲，昨昏转来咱台湾，伫咧桃园机场发表谈话的时阵，伊特别强调讲，伫咧无稳定的局势，咱台湾是值得信任的同伴。有学者分析。这几年，欧洲甲中国的关系是愈来愈紧张，咱台湾颠倒会当趁这个势来拼外交。出席对中政策跨国议会联盟 IPSC 布鲁塞尔年会，副总统萧美琴初到转来到国内，这届真快速去欧洲议会发表演讲，唔来甲各国议员讲完心得，甲外国专场做伙翕相，交流的气氛真热络。萧美琴讲，台湾是世界动乱的时阵，值得挖苦的优质。台湾人民跟世界公民一样，都该有参与国际社会的机会，更因为有全体国人的努力与坚持。让我们在不曾停止的艰困与挑战当中，也要一步一步开创
我们的道路。萧美琴去澳洲创下咱国副元首访问非邦国的新纪录。伫到机场的时阵，先由比利时众议院外委会主委范浩湖接机，搁由 IPAC 两个共同主席伫澳洲议会外迎接，做伙进入澳洲议会大楼进行演讲，凸显台澳的关系进入新阶段。总统赖清德嘛伫面册答问，感谢 IPAC 邀请咱国副总统向世界展现台湾坚定的价值甲信念。我们要出发了。蔡英文七月暗时启程去德国，应邀出席柏林自由会议，预定七10会发表专题演讲。伊搁伫面册答问讲，外交是一棒刷一棒，无停歇的工作。学者分析，因为俄乌战争甲中国商品大量销去欧洲这个因素，互欧洲甲中国的关系变较紧张，颠倒变作台湾去欧洲的机会。当他们对中国不再有幻想的时候，那当然他们会用非常实际的方式来处理跟中国的关系。那这些东西都是开启了我们跟欧洲关系的一个机会了。中国什么都不开心，那只有让他继续不开心下去吧。萧美琴亲身去 IPAC 演讲，中国驻欧盟大使团是保安，还有网友讲是台湾关80亿欧元交换演讲。总统府回回讲内容恶意假造，不是事实，已经通知警政单位依法调查处理。公司新闻采访报道。我来看，有一只蒙古籍的货船踮伫咧咱台湾外海差不多1个月时间，最近驶去到苗栗外海海底电缆区，因为惊因会破坏咱的电缆，众人是拢真关注。咱海巡署强调讲，有专程伫咧监控，七8暗这只船已经驶走啊。今年2月，中国宽基轮宏泰58交断台平3号海底电缆，中国籍船长扣人判3年，嘛互人当作是对岸伫无明好的所在侵扰手段。即阵啊，面册军事专业以台湾周边安全通报警示，有一只蒙古籍货轮已经伫台湾外海停留1个月以上，设备好亲像已经补给好啊，沿台湾西花上北，目前已经到苗栗外海，提醒海南区域戒备。蒙古籍阿轮航经我国周边海域时，海巡署均全程监控轮船动态。在昨天晚间8点41分，阿轮已航出我国临街区外，并持续向外航离。海巡署讲，已经有甲友军运用联合情感侦手段严密监控，有各样就会随调派舰艇查处。不过，这只货轮伫台湾外海已经停留1个月月，时间无算短。专家提醒，爱分阶段检视，会当降低各单位应处能量，提高防护作为。就是在黑名单 AIS 有没有启动？是不是在高敏感海域？不在高敏感海域，是不是长期留置？行进的轨迹资料是不是属于不规则的行进轨迹资料？那这些呢，都可以分阶段的去订定我们的不同的应处的一些行政的规则。另外，中国央视新闻初稿发布影片讲，中国会当透过国际刑警组织等，对民进党立委沈碧荣展开全球逮捕加跨境司法合作。沈碧荣是强硬回应，警告央视了认真做你们的内宣就可以了。台湾跟中国是一边一国，台湾跟中国两边就是互不隶属，不要妄想用罗织罪迷的方式，把你们的手伸到我们台湾来。刘委会嘛表示，影片的内容是想要把恐吓对象扩大到一般的台湾民众，必须个人自我审查，让人唔敢加讲话，这个做法真恶质。刘委会是以正直的口气谴责。公司新闻采访报道。有关国军人力欠缺的问题，根据立法院的资料显示，过去4年，志愿役的军人甘愿赔钱提早退伍的，就有12000多人，差不多4个内底就有1个。国防部回应讲，已经有调整待遇，增加因留落来的意愿。嘛有退役的军官讲，这有可能甲退伍制度持续变动有关系。空军官校体现音乐才华，国军嘉年华唔那予全国国防向伊卡定金，特别吸收新人做兵。暗过立法院有权中心报告，过去4年无服完役期提早退伍的志愿役士兵有12000多人，差不多是港期少的人数的1/4，应该赔偿金额8.9亿。今年4月份起，分别调整自愿役加级等5项薪资待遇。迄今整体编现比为79.2%。国防部回应，今年开始执行人性化管理甲开源节流等做法，要调整待遇来增加留下意愿。退伍军官就有评分析，每4一名志愿役士兵内底就1人赔钱走人。志愿役提早退伍的问题依然的恶化，除了无适合的问题，也可能甲退伍制度一直在变动关系。招生简章里面的
说明就已经定下了所谓的这个退辅的规划。但是后来如果政府按照当初的一些契约规范里面做了后续的调整，那事实上会产生这个现役人员的疑虑。由于军人年金，即马规定爱等消费者物价指数累计成长率达到正负5%，才能启动退休金甲非常年金调整。国民党认为切卡心又好提案修法，爱改做累计成长率达正3%就调整。周武平建议，爱考虑政府长期财政制定延长过的法案，唔通互政策一直改，冲击军人的信心。记者综合报道。我来看，为日本来一湾区日，这几年是真受欢迎，一届开300-500块都有机会抽到大奖。不过嘛，逼出相关消费的争议。今嘛，司法局已经在讨论，敢要定出驻地条例。酒吧地下街人真多，不少人后壁顶悬一排一排纸板去饮，顶悬画已经大半遮添，画还佫空空。这是为日本来一幻想，开100块就有机会抽到热门 IP 大奖。这几年真受欢迎，不过也有不少人惊惊。基本上感觉都是有做钱，而且价格也比日本贵了1倍。会。怎么说？因为价格都不一样。之前有在报那个万年大楼的事件。过去一环奖爆发真侪件蹭签争议，根据统计，台北市消费新数2024年8件，2025年4件。另外，为2024年到即马，法制局也办理12场处稽查。有关有相关业者透过台北市议员反映，因为市面上欠管理机制，恐惊和不少业者伤害规个产业。商业处这边有先定了一个相关的指引，给业者作为一个依循的参考。后续我们大概就会找相关的业者也好。相关的团体也好，讨论说这样的机制是不是有需要去升高它的法律位阶。单一店家的一个负面消息而影响了消费者他的上门意愿，其实对其他的店家，尤其是有认真去设计而且是具有一定公平性的店家，也会觉得是不理想的。所以呢，他也会希望说，如果今天有一个外部的法规，消费者的信任度是能够跟着增加。参法局汉上年底之前完成意见收集甲会诊，确定是不是要定驻地条例，各规定法规，行销学者乐观其成，认为相关规定提悬法律层级，对相关的整体观感管理拢是正面的效果。记者综合报道。伫台南市东区中华东路人行道，因为遐有真侪变电箱，行路是真无方便。即马市府争取到预算，会分阶段施工，要来改善过路人行路的空间。民众伫中华东路人行道行，定定拄着爱行去车路，才会当闪违停的车甲变电箱，也是杂物。台南中华东路为凯旋路一直到中华六桥，全长差不多2.7公里，统计有将近100个变电箱。台南市政府争取1亿元经费做改善。对啊，就绕啊，这样绕店家，我不知道要怎么走。目前这样走起来不太好。有时候会觉得说，好像空间不够啊。对，可能会需要绕一下这样。就是说有一些商家他们也会在人行道放一些东西啊，在骑楼放一些东西啊，可能会挡到人行道啊。台南市东区中华东路是大车路，车流量较大，沿路人行道长期有花盆、机车甲电箱占用，这个市政府决定解决。目前前线变电箱爱配合节温拉线才会当震动。施工是先保留路边人行道的，未来照拉线节温条的所在分阶段迁刷到中央分隔岛。对既有的电箱将移至人行道范围的外侧，提供安全1.5公尺径宽的人行道，打造友善人本环境。节温拉线施工上紧明年底才有可能动工，迁刷变电箱到节温条的所在，嘛都爱听候节温完工。目前人行道的工程已经有先施工，目标是要改善人行道的空间。先分做5阶段施工，除了人行道拓宽加路面改善，工程嘛包括道外专用道的设置，也有路径停车空间的调整，预定2026年底完工。公司新闻采访报道。咱台湾到底要进入超高龄的社会，卫福部长赵忠良初稿时阵讲，会编62亿的预算，明年启动独居老人的普查，按算伫咧2027年年底进行完成。会根据需求来做风险的分级，提供送饭菜、甲紧急救援装置等等的服务。
人口老化议题当年伫讨论，根据统计，台北市去年已经正式加入超过龄社会，65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20%。另外，根据各县市卫生局进前的统计，全台湾差不多有70万个孤单老人，包括家己大的长辈。还有加配偶做伙大的2个老人，为了应对孤独死的议题，卫福部要开始普查，至少要有1次的这个访视，然后之后呢，根据这个访视的结果呢，那么做这个风险的分级，协助导入社会的这个资源啊。那么有些呢还会这个按照他的需求安排送餐啦、关怀啦，那甚至这个紧急救援的装置的设立。目前的初步规划，卫福部要甲内政部合作，透过社会论性特别预算编列的62亿，2年来完成全台湾头一届独居长辈介访调查，采取无排除的形式，主要要掌握长辈家庭支持情形。根据伊的健康情形、自我生活能力等，加独居长辈做风险的分级。如果要普查，就应该有定期的一个做法。那对于所谓高风险的个案，是有时候疾病一来，他可能就从比如说跌倒或中风，他可能整个生活就会变成需要依赖他人照顾。那这个部分可能就需要除了医疗之外，可能就是需要支持系统长照进来。民间团体提醒，孤单老人不一定是弱势，个人的情况拢无同，希望外界唔通拢想得歹。另外，普查了后的接应也期待持续。对这个代志，卫福部长赵忠良表示，登照3.0会伫明年全面上路，到时阵建立基础资料了后，就当依照需求导入载体急诊照护、居家医疗等后壁的资源，互因更加完善的照护。公司新闻采访报道。第14届田中马拉松昨昏起鼓，今年有16000多人来参加，不过其中一个62岁查甫人。早咧说是熊熊全稳落，无喘气、无心跳。现场的民众甲消防人员是赶紧甲伊斗抢救，加在有甲救回来。救护车赶路，沿途走的人拢赶紧闪。2025台湾美村田中马拉松，车口透早6点外开始，一参加10公里健跑组的62岁姓张的查甫人，走到田中镇建国路、甲大社路一段交叉路口时阵，熊熊软咕咕倒伫涂骹，马上有人通报消防队个 CPR 抢救。跑者忽然倒下，然后有没有人去救援还是怎么样？有，那个跑者很多都热心停下来那个帮忙。好。田中马拉松会2012年开始办，今年有16000多人参加，分做42公里全马组、21公里半马组、加10公里健跑组，用真高地很特色甲沿途补给站出名。中华田中消防分队8点58分接到通报救护车到场的时阵，现场查甫人已经乌卡，接受 CPR 加 AED 电击，才成功恢复心跳。那我们田中911到现场后现场有民众在实施 CPR 处置那由我们救护人员来接手，那给予 CPR、AED， 还有给氧处置后那患者有恢复意识。患者送田中2号病院急救，初步检判是急性心脏问题，然后转送小团病院治疗，目前意识清楚，情形稳定。主办单位表示，走的人若热身无够，或者是运动量伤过大，就可能昏倒。建议运动唔通伤过头，才袂发生意外。记者综合报道。伫南投埔里的虎头山，这是真出名飞飞行线的所在。采白时阵所传出有2个人，可能是飞了伤晚，线去甜着，怎烧弄落伫咧树内的，加在是无造成人员的伤亡。 2个飞行线伫空中直飞，暗过飞的煞烧弄甜做火落落树丛。南投县埔里镇出名的飞行线圣地虎头山，采白尾马有民众看到意外发生的时阵，把影片打伫咧面册，引起讨论。我们昨天的气流并不是很好。那香港的学员跟我们台湾的一位飞伞员在山边做盘旋的时候，学员的部分并没有注意到就是伞的距离跟高度，所以才造成这个事件。 那当下回报人员并没有受伤，也没有失联。虎头山海拔差不多600公尺，会当看规个玻璃盆地。一年四季气流稳定，互人当作是全台湾真少数适合飞飞行线的活动场所。当地飞行线业者是讲已经经营真久不过南投县政府去年根据体育署函令飞行线运动无得到许可，捌停飞。今年2月已经搁得到合法经营资格。业者是讲当时是一个香港来的学员，甲一个台湾人伫山边飞，迄天气流无强。
常，双方无注意离远远甲悬度毋再相弄，线挂伫树顶，透过无线电通报无受伤，家己回收线旧转来，所以无通报。那第一时间有用无线电安全回报业者，也自行返回飞行场，所以该事件没有任何重大伤亡发生。如果尔后有重大伤亡事件，我们也要求业者一定要第一时间进行通报。南投县教育处表示，体育署伫2022年有订定无动力飞行运动，也甲伊的经验管理办法，规定有重大伤亡事件爱伫3点前来通报。设备以外，因为无伤亡，所以无违规。不过，也是希望业者一旦主动通报，才通掌握消息。公视新闻采访报道。屏东的朱凤宫最近大热热，初八暗伫咧庙埕有表演的活动。其中有一个火舞的表演者，伊手举火把，说是无细字去烧着头毛，大家是拢惊一条。不过加在落尾手，人是无啥要紧。舞台顶精彩火舞搭配冠将顶头，展现传统文化创新演出，吸引大家观众的目光。就伫节目转场的时阵，表演者手举火把，煞向向出现真大火光，好像像是火星落落来表演者的头毛，头壳顶煞烧起来，大家惊甲发出声。其他表演者赶紧协助甲火拍花，麻醉落台处理。这是初八暗时屏东朱凤宫爱妈走上台舞5天4暝活动最后一天花园安坐典礼所举办的盛大表演。因为现场观赏民众真多，表演者的人身安全也引起关心。事后我们去了解，这个舞者本身并没有什么大碍，包含有些观众会想说他头发有没有烧起来，有没有脸部有没有烧伤，其实只是一个小虚惊。屏东朱凤宫建庙超过300年，今年规划爱妈祖上北大武山，庙方是5万甲原乡的文化交流活动，代表海神甲山神会合。这个月初四启停了后，由102个汉草正好的人爱妈祖的身上爬起飘悬3092公尺的北大武山，初6早起攻上山顶，活动伫初八圆满落幕。公视新闻采访报道。2014年优双子的小说《台湾万有路》摕到美国国家图书奖，这个奖是美国文学界上大的奖项之一，嘛是头一届有台湾人得奖。这本册内底透过2个女主角，伫咧台湾世界行道的过程来书写市民者甲被市民者之间的议题。伊的作品深化社会对台湾历史甲身份认同的探讨，嘛得到53连奖的肯定。我书写是为了回答台湾人究竟是什么人，而我持续的书写过去，是想要迎向更好的未来。杨尚祖的小说《台湾万有路》，在2014年得到美国国家图书奖甲日本翻译大奖，各当上无翻译做13个国家语言，也拍开台湾文学的国际知名度。小说写2位女主角由台湾食好食美的过程，书写市民者被市民者之间性别和身份等等的议题。杨尚祖讲会对食食来讨论什么是台湾人，就那像问讲什么是台湾历史，10个人10种答案。伊认为上要紧的是咱互相有共识，要伫台湾共同生活落去。我认为台湾人并不是基于血缘，不是基于语言，不是基于信仰，不是基于先来后到。重点是什么呢？重点是认同，在各种不同的族群，可能彼此有摩擦、有冲突，但是有协商，有讨论、有沟通，而我们找到答案。杨尚祖的本名是杨玉珠，甲已经过身的双生小妹杨玉辉，同齐用杨尚祖的笔名。杨尚祖讲用历史结合女性正义来书写历史结合文学，伊也积极参与公民运动，笔杆接力，画面到底。杨尚祖讲，过去掠准家己是外省人，后来发现家族伫台湾上无有100年，嘛因为受到野草唔合运日头火运动的影响，意识到中国和台湾的无同，才互伊转向坚定台湾认同。杨尚祖指出，台湾文学史的发展定甲政治局势有关系。伊认为文学除了社会关怀，也通对国际交流做出贡献，增加外国对台湾的好感。台湾没办法看到自己的东西，应该也是
殖民之下的结果啦。我们重新去看到台湾，重新去挖掘台湾自己值得诉说的东西。甚至我会说，艺术家或文学作家，我们在做同一件事，就是我们是提炼出美的那个人，就是我们有提炼出美的技术，我们必须把美提炼出来，去向其他没有这个能力的人示范说，我们如何可能美。杨湘祖唔但文学贡献，嘛深化社会对台湾历史甲身份认同的探讨，也可以受到53年奖的肯定。针对未来的创作，杨湘祖表示，咱的历史总是较欠缺女性的形影甲角度，伊讲会继续透过小说的创作，甲台湾的女性表现出来。记者卢尚珠、林晓凯给人报道。芦水溪是咱台湾真重要灌溉水源，中华溪州就伫咧芦水溪的水尾，会引水来饮产养饲真侪人。作家吴声伫咧溪州大汉，伊写诗呈现田庄朴实的生活。即嘛有剧团改编伊的作品，要用台语的诗歌、音乐甲舞蹈，讲出芦水溪的囡仔因生命甲这块土地故事。热天啊，挂伫我旗，稳重的下切啊定，是一个鼎兄人的运动定。改编作家吴声的诗作《拍七甲定》，讲的是做事人拍七甲的时上惊落西北雨。剧团用趣味佮生动的表演，互看戏的人感受田庄的生活。家己的梦想，其实我嘛是想要买一个地，阮有一个地，我会当来种，其实就是种树啊，就是呼应吴声老师伊即个想法。真感动，伊用文学的方式，佮加上舞蹈的方式，带咱足容易、足简单就会当入来一个环境内面。芦水溪是台湾重要的灌溉水源，伫水尾的彰化县溪州乡引水灌溉，出产济丰富的物产。本身就是溪州人的作家吴声，用诗作描写出台湾的农村生活、社会变迁甲对环境的关怀。到剧团改编吴声的作品，推出台语诗歌、舞蹈表演《芦水溪囡仔》。因为我们就是热爱自然，所以我们很希望说观众跟我们一起感受这个自然。所以的确，他在设计脚本的时候，空间也是一个表演者。这个上特别就是我甲自然舞蹈团体因做伙伫遮演出，甲诗、甲歌，佮有戏剧，拢搬来这个田园。因为我自细汉就跟阮是大人，伫这片田园咧种植，所以这片田园、这片土地，我的感情非常的深。2001年，吴声伫家己家的田园种大约3000丛的台湾原生种树仔，这边的台语诗歌表演就选伫遮演出，观众轻松坐点涂骹看戏，会当对着舞者的脚步行伫树林，感受台语诗歌甲田庄土地故事。记者杨淑晴综合报道。讲到北家奖，伫咧家己上届加野的时期，上济捌有30个家奖堂，所以家己遮嘛互号做是家奖区。今年团结中心伫咧家己举办阵头艺术文化活动，即届有为全国各地来的家奖团来参加，透过采价、甲体验等等的活动，互民众了解家奖的文化。北家奖是家奖观众秀顶顶的阵头家奖。在时啊，伫家己市地中安陆续来拜神，国立传统艺术中心举办的阵头艺术文化展演，到达已经第5届，头摆来到有家奖区名号的家己市来举办。希望呢，透过呢中央、地方的一起协力，官方、民间的一起合作，我们可以把我们最具有草根性，也最具有独特性的这个神将的文化、信仰的文化，它把它的艺术价值能够彰显出来。活动的第一天，各地市长团就为家己市地中安出发，去到家己市城隍庙了后，再来到活动现场的家己市文创园区。参与的阵头奖团拢表示，透过这种活动，我们也有互相交流的机会，让后民众会当入捌家奖文化的丰富甲多元。这个很难得，很难得，咱有在邀请全省各地这优质团体来作为来咱家己共襄盛举，一起来推动发扬这家奖文化。咱发扬出去哦，大家较会一寡较清楚咱淡江一寡的家奖的文化，袂使讲看到就是拢到尾拢啥迄个家己啦，台南遮的北家奖是家奖这个系统安尼尔啦。活动除了采价以外，下晡时啊，伫家己市的文创园区内底，
还有加强文化的体验活动，甲奖项定化的演出，请真侪民众到现场来参加。这电影表示，希望透过这连续2天的活动，让民众会当亲身感受家常文化的艺术价值以外，嘛会当让社会对家常有新的看法。记者林慧婷家己报道。英国庙的变啊闹热，真接拢会当看到家常的顶头。不过对时代演变，即马慢慢啊变做是文化推广，或者是表演艺术。现处是论真讲，要维持一个家长堂是愈来愈困难。即马因会透过去学校开课、办活动，加上新的创意，希望让大家了解家长的文化，大家会当有兴趣来学，莫让这个独有的文化互伊失传去。手提开新兴具，脚踏草下，一个手势，一个脚步内底转转美角，这是上有台湾味的家长文化。对原本传统的庙会顶头，现在已经正做走向国际表演艺术。老将卡甲家长的精神传给少年辈，少年的接手换头加入创意，用新时代做法，带大家认识什么是家长。创新的部分来讲的话，不外乎现在都是一些比如社群团体，那我们也很积极的参加一些，比如说舞台上的一个表演，包括我们这一次的那个舞台上的一个算表演，算一个传承的过程。讲传说中啊，我是不老将魂，我就以我传统的元素来底设计一套是什么不倒将魂，以不倒翁的形体下去做设计啊。我有一套，我今年我嘛有推荐那个。面巾、运动毛巾啊，用来让做这些文创。无论是文创商品，还是参加艺文展演，拢是为着要互家长文化永续发展。文书工作者讲，民国80年代都市化、少子化，佮加上外界认为歹囝才会去跳北家长无人要学，或者侪家长老馆拢当着导管危机。高雄吉善堂都是其中之一。后来因积极参加艺文展演，而且佮甲学校致接，互大家豆豆接受，最后加入家长行列。幼儿园的小孩子，甲咱这届嘛是课程搁咧进行当中。2025年这个中山大学的课程，我内底有博士生，所以伫学龄前甲博士生，咱有这个全人的教育，我嘛是感觉讲，好险当初啦，咱主公有来同意讲咱做这件代志，咱有甲这个物件。送出去，嘛，因为这个课程，咱有一寡新生也加入。即阵伫吉信堂有4位国小学生来学跳北家长，长期研究家长文化李佩如讲，要推广家长文化，首先爱互人了解，人才有法度知影这个文化的好甲水。甲中山大学合作的课程都是上好根本。记者柯家如、柯昭阳高雄家己综合报道。体育的消息来看，中华职棒乐天桃园队今年才打摕到头一个总冠军。昨暗煞雄发布消息，讲总教练高球保健二卸任，也那卸任的原因，乐天敢若讲是双方合约有共识的结果。也那新的球季的教练团了后会来公布。拄则请赢办放游行，中华职棒乐天桃园今年摕到换头家了第一座总冠军。因过最到伫同办的亚洲职棒交流赛了，球团发消息，总教练古久保健二要退下，新球季教練團的內容確定了才公布。今シーズン戦った選手の頑張りに本当に感謝します。もっともっと皆さんの笑顔が見たいんで、また来年もパレードができるようしっかり頑張ります。大部分的球員攏是比賽後才知影總教練壞做啊。古久保健二也甲球員一個教練談會，強調真遺憾無法度繼續帶大家。愈講目屎愈乾掉嘅。樂天桃園今年球季自一開始大家攏無看好，不過自季後挑戰賽一直拼到總冠軍賽，佫摕到冠軍。不過即馬佫傳出意外的消息。樂天發的信息講，感謝古久保總教練4年來的貢獻。球團的領隊木野信輝講，在交流賽最後一場，向球員甲教練拍招呼，強調是雙方基於合約的立場、合意的結果。一若問講換總教練的代志是毋是傳真久啊？伊講無方便講。一若教練團部分是每一位攏經營面談。記者綜合報道。咱台灣羽毛球的球後戴資穎宣布正式退役，伊感謝球迷一路甲伊相挺，支持伊參加大大小小的比賽，面對各種的挑戰。台灣頭一位世界羽球球後戴資穎，但出互人着驚的消息，七暗佇面冊尾將宣布正式退役，感謝球迷陪伊同齊行過大大小小比賽，也廣告去年奧運大上出征，煞填補佇有賽最終戰的遺憾。
大本指出，球迷一直留言，总统赖清德也向戴主任讲一声辛苦啊，予伊满满的祝福。泰国球后伊瑟农也打出相片，祝福好朋友会当过上美好日子。戴主任为2023年底正面的伤势，都一直时好时歹，大大影响了后的比赛表现。31岁戴主任自国小3年就开始接触羽球，是台湾羽球史上上少年的家族选手。2009年开始进军国际赛，2年了后，就伫洛杉矶公开比赛中摕到生涯头一个职业赛冠军。2014年，佮伫世界羽联超级系列赛总决赛摕到冠军，成做台湾第一人。2016年，佮登上世界球后建立在会214周的小戴奖牌。2020年东京奥运虽然输中国对手，犹原为咱国摕到一面女单银牌。今年初，戴主任出席生涯致敬典的时，就捌互记者问到退休的问题。可能运动员就是都会有离开赛场的一天，但我觉得就是我的精神不会。我想要带给大家的精神是相信自己，永不放弃。希望这个精神可以一直陪伴在大家。为亚电视旁边，今麦宣布退役，为16年的羽球生涯做一个结束。爸爸看到戴主任多年来征战摕到的奖牌，也有话要讲。应该是12岁啊。哦。这第一届出去比赛的选手证啊，2007对。你越南羽球是伊的最爱嘛，所以伊嘛是会搁伫羽球这个方面啊，看要安怎传承，要安怎延续。戴主任讲，还未想好退休了后要做啥物代志，也毋过会当体验美好闹钟啊叫醒的生活，也希望戴主任的精神会当陪伴球迷继续前进。公司新闻采访报道。虽然讲离圣诞节还阁有一段时间，毋过伫奥地利的圣诞市集，即马已经是提早起鼓。伫咧真出名的古迹美泉宫头前，现出时已经是充满温暖节庆的气氛啊。圣诞树一粒红点都发出灿烂的光芒。圣诞节也有一个话话，也毋过伫文艺气息真高的奥地利维也纳，美泉宫圣诞市集已经盛大开幕，各种特色美食、节庆手工艺品，拢互游客行袂开卡。I would say it's very magical. It feels like a Christmas land. And I think this one is special because it's near the palace. And I think it has a lot of Austrian specialties here. 美泉宫是奥地利帝国伫18世纪起的巴洛克风格宫殿，也捌是有名的西西公主生活所在。后来加做维也纳重要观光景点，对真侪奥地利人来讲，伫精美的宫殿面前庆祝圣诞有特别文化意义。In Schönbrunn ist es besonders schön, einfach weil es ist ein großer Markt. Es ist direkt vorm Schloss, was auch super toll ist. Und auch das Design von den Hütten, das passt super zum Schloss dazu. 维也纳今年圣诞气真高，有14个圣诞市集，为11月初就开始，一直继续到元旦过了后，无论是外地观光客，也是当地居民，都会当享受温馨的节庆气氛。公司新闻有派顺编译。天气报你知，来看今仔日各地预报的资料。北部地区上低23度，上悬26度。中部地区上低22度，上悬34度；南部地区上低22度，上悬32度；南部地区上低22度，上悬28度。咱来看关岛地区19度至26度。还有这3日的气象。感谢乡亲收看今仔日的早起新闻，我是丹妮，明仔载同这个时间，咱再会。